分享最开始啦，吼，最后结束了后，才来吼做即个请安甲报告。伫分享的一开始，咱同心来祈祷。主咱感谢你，今仔日是至圣的主日，嘛是主日所定着的日，阮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阮自执学乐，阮自执来分享你的话语。愿主你的话语来成做阮生命中彼此的帮助、激励甲提醒。愿安尼恳求感谢，祈祷拢是靠所有信主名来求，阿门。今仔通过这段的经节，我要来甲大家做伙来分享，就是彼此同行的这个使命。我想这段的经节，大家应该嘛真熟啦吼，因为可能咱伫这个婚礼的中间吼，有时阵拢会听到这个用这段的经节来咧做勉励。人伫这个世间活着，敢有法度无倚靠，还是靠着其他的人会通过安尼好好会通过来生活？我想伫即马科技愈来愈进步的中间，有的人感觉应该是无问题，但是咱人每一天，咱自起床了后，咱爱接触的，大先可能是咱厝边的人，然后咱若是一个学生，可能爱接触到你的同学、老师，咱若是已经伫职场咧工作，有咱真侪的即个同事，亲像咱今仔日来到圣殿，咱敬拜上帝。咱嘛爱牵真侪人安尼来接触，咱无可能会通过一个人会通过完成所有的即个工作，亲像咱巴肚枵，咱中昼要去，咱去菜市仔买物件买菜，还是咱去买便当，咱拢需要甲人接触。只要人甲人接触，就有即个彼此之间的即个关系。所以今仔要通过这段的经节。咱要做伙来看，就是同行怎样会通个带来彼此之间的即个利益。伫今仔日的经节的第9节，咱咧讲两个人比一个人较好，因为两个人合作，伊的效果是更较好。所以这节的经节，互咱真清楚看到，就是同行带来加倍的即个利益。犹太人有一句即个俗语安尼讲吼，就是一个人若无朋友，敢若亲像有倒手，但是无正手同款。即个俗语强调了，就是朋友之间，还是友谊之间，伫生活中的即个重要性。即句话嘛，譬如就是一个人若欠朋友的话，欠亲人的话，欠谈判的话，咱若亲像一个人失去一只手同款。咱知影一个人若失去一只手的时阵，会真无方便。伊即句话就是要形容讲，若无朋友，你的生活会敢若欠缺啥物，会敢若无助，敢若真孤单同款。所以朋友伫生活中扮演了即个支持、理解、陪伴、提醒的即个角色。若欠缺安尼，人的人生就会无够野，就会无完整。所以伫犹太的即个文化中间，朋友之间的友谊是看做真重要的即个资源，会通个提供彼此之间无够野的帮助，会通个增加社会之间彼此之间的即个联系。所以即句话嘛是咧提醒当时的人，就是爱珍惜甲其他的人的即个关系，并且鼓励人，就是爱去建立甲人的即个关系，维护彼此之间的即个友谊。所以咱会通个看到，当有正手有倒手，会通个彼此相帮助的时阵，人的人际敢若亲像安尼共款，是无法度欠缺任何的即个一部分，亲像咱的机体共款，咱无法度欠缺咱机体中间任何的一个器官。所以两个人会通个做，绝对是比一个搁较多，会通个完成搁较多的即个工作。所以伊的效果，华语叫做即个效益，是比一个人搁较好，
而且当面对即个困境还是挑战的时阵，我想两个人，甚至更较侪人，会通去帮助咱来超越即个困难的即个所在。亲像伫咱的家庭共款，就是咱的家庭，比如夫妻之间，嘛无法度欠缺任何的一个。伫家庭的中间，爱彼此来经营。做太太有太太伊的即个上帝予伊即款的即个才能，即款的恩赐。做先生有即个上帝予伊即款的积分。所以当夫妻之间、家庭之间，大家会通去彼此会通去和谐的时阵，我想即个家庭所起做，不只是上帝伫正中间大大来祝福。彼此之间嘛有，互伊叫做讲互相帮扶。过去我读新学院的时阵，已经是我已经做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因为拄有即个细囝了后，我就因为环境的关系咯，因为一开始我是住伫山边哦，拢是庙啦吼，一个是即个小城隍庙，我住开山路遐，然后隔壁是一个神坛。咱知影若到即个因的即种因的即个西景的日子也好啦吼，也是旧年冬天其实有真侪吼的时间，拢有即个绕境吼，所以放炮啊，所以我的囡仔其实对伫坐月子中心，等于到厝的迄面，迄个落差真大，因为真安静的所在，然后迄天拄咧西景，所以炮放到半暝，真难点搁咧放，所以。等于第一天一直咧哭，因为安尼，所以我就决定，跟太太决定讲安尼，可能爱换一个环境吼，所以就去买厝。咱知买厝了爱有即个贷款嘛吼，所以逐个月爱纳即个万几块的即个贷款。伫迄当时买厝的时阵，要过迄个计划啦，就是要来读新学院。其实伫我人生的中间是无计划吼，是要来读新学院，但是上帝即个呼召。有即个感动，然后我回应主的即个呼召，我去读新学院。读新学院了后，首先爱面对的就是，因为我去读新学院，我原本的工作吼，就无原本的即个工作，所以靠着我太太伊每一个月的即个薪资安尼，然后阁有两个囡仔吼，阁有两个囡仔的即个学费、生活费，然后读我咧讲的，阁有即个贷款。其实你若照人安尼来算，其实敢若伊即个薪水是无够通过来支付所有我头壳咧讲遮的一切安尼。但是因为上帝通过我去读新学院，通过我的太太还阁有一份的工作，所以伫迄几冬的中间当然去教会实习，嘛阁有一笔差不多将近1万的即个实习金啦其实嘛是拢还阁无够个。但是伫迄中间，真正会通去看到上帝即款的即个稳定。所以我要讲的就是，伫家庭中间，当我去读新学院的时阵，我的太太就真做家庭经济来源的即个帮助。当然伫这中间嘛有真大的即个稳定啦所以伫即个经济中间嘛是安尼拢拄啊好安尼一直完成到即个新学院的即个学业。伫教会，我想嘛是共款，就是咱伫教会咧服侍时阵，咱嘛无法度靠着家己通去完成真好的服侍，因为咱每一个人拢是有限的，有即个无够个，所以只有就是同工做同工做伙同行，才有法度，互彼此之间得到利益，互教会得到利益，互咱会通去。来荣耀咱的主上帝。再来第10节，咱看到就是一个人跌倒，另外一个人会通去甲扶起来。若是孤单一个跌倒了后，就无人会通去甲扶起来。华语的这个经在讲，这个人这个人就倒霉了华语我台语形容这个人就真不幸。伫牧会中间。
其实嘛听着吼，就是真侪诶，即个士大人啊吼，因为伊家己囝儿早起时拢爱去上班，啊家己伫厝，啊因为跋倒，啊着爱带病院，啊甚至是因为安尼无偌久就离开即个世间。所以我想，即段的经章，互咱真清楚，就是一个人若跋倒的时阵，甚至咱讲伫咱的生活顶面，咱若陷落伫即个试探的中间。若无有其他的人会通过甲提醒，还是甲牵起来时阵，伊就一直陷落伫即个中间，有可能伊就离开上帝，无法度行入即个永远的即个道路顶面。这段的经章有一个圣经的背景吼，就是伫迄当时，吼根据即个学者因咧研究吼，就是伫迄个巴勒斯坦吼的即个所在，因的路。是真无平吼，伫即个野外中间真无平啊，所以每一个所在吼，拢有即个小碎石安尼吼，石头啊，亲像可能咱会当甲想象，就是咱可能去咧爬山路吼，迄无法度像市区的路安尼整理甲遮尔好势。所以因为即个路的环境无真好啦吼，啊，所以连即个有经验的人嘛有可能无小心就来滑倒。甚至伫因中间吼，就安尼丧失伊的即个性命。所以伫迄个情景，咱想若有两个人做伙甲伊同行时阵，伊跋倒，就会通过甲牵起来；，还是伊受伤较重，可能就会通过来甲爱吼带伊去来就医安尼接受治疗。无论伫咱的家庭，还是伫咱的教会，嘛是共款。不只是头拄仔咧讲的两个人做伙同行，即个效益是加倍。两个人做伙同行，跋倒的时阵，你会通过甲牵起来，还是甚至无够野的所在，会通过诚做提醒。所以伫我家己的牧会经验嘛是，有时阵我的太太看到我吼，有需要提醒的所在，伊嘛是会来甲我做一个提醒。当若无人甲我提醒的时阵，我可能会照着认为我对的安尼认为所该做安尼去做。那有人会通过提醒，会通过诚做你的即个帮衬。伫咱的教会嘛是，咱的服侍有时阵嘛是会有无够遐的所在，还是甚至是伫迄中间有安尼跋倒的所在。但是做伙同行的时阵，同工彼此之间就是爱相结的，同工彼此之间就是爱相扶持。所以伫一个健康的服侍团队，就是当有人跋倒，当有人受伤的时阵，你会通过彼此相结的，继续安尼来支持伊，互伊会通过往前头前来行。所以，才伫11节的中间有讲到吼，两个人做伙困，彼此都暖和啦吼啊，一个人独睡，要安怎会通过得到温暖？12节安尼讲，两个人做伙时阵会通过抵抗即个外来遮的即个外来的一个势力袭击安尼。啊，但是单独一个就无法度。啊，若三股合成的即个绳子伊用绳子来做比喻。是无容易来扭断的，所以同行会通过做伙来抵抗，也是做伙来行过即个外在的挑战，也是即个困境。伫当时的即个背景中间，就是当因人若要出门远走叫出远门，因爱拄着有两种的情形一种就是。当因伫即个野外的所在无论是夜宿伫外口，还是伫即个旅馆也好因会拄着情形就是真寒冷真寒冷。然后另外一个情形就是伫即个野外有可能拄着即个野兽，还是拄着即个强盗所以两个人会通过做伙同行时阵，伫寒冷的天气会通过。彼此会通过来取暖安尼。两个人若同行的时阵，无论你是拄着即个野兽也好，拄着强盗，会通过做伙，通过
来抵抗。所以通过第9节一直到12节，咱对伫圣经会通去看到，同行是会通去互彼此得到利益，同行是会通去彼此相扶持，彼此会通去做伙来造就，甚至是拄到即个困境的即个中间。同行有一个真重要的即个部分的条件，就是即个疼。若无疼，咱有可能一开始就无法度做伙来同行。若无疼，咱有可能咱行一段路无偌久了后，彼此可能就因为理念、意见无同，就彼此安尼三分开。所以疼是同行必要的即个条件。因为我过去的背景是咧从事音乐所以我想教会音乐伫教会来讲嘛是占着非常的重要的即个部分。无论咱头看到敬拜团，也是祈祷，也是咱的即个圣歌队唱出种真水、真好的即个诗。所以我想嘛，用咱大家拢真熟的即个音乐咱来做一个比喻就是来做这段经节的即个比喻。音乐有分做就是你家己一个声部就是独唱也好，独奏也好，两个人以上就会产生即个和声。人若愈多的时阵，即个音乐就真丰富。亲像若敢若有圣歌队搁更琴无弦乐伴奏，咱头壳会通去想象圣歌队献诗，哇，敢若嘛失去真济但是因为有即个弦乐互咱会对即个音乐的风声，互咱对深深对着咱的心底充满了即个感动。所以，做人同行会通去互人的即个性命得到丰盛。那只有是个单单一部，即个旋律是单调的所以咧，亲像咱家己一个人咧行的时阵，行一条路嘛是孤独共款。伫我细汉咧读音乐班的时阵我迄阵啊主修是钢琴啦副修是小提琴。但是钢琴可能无啥物进步所以这位老师我钢琴老师就讲，你去甲你的副修小提琴老师讲，你甲小提琴转做主修啦因为我迄阵小提琴伫副修内底是拢算排第1名还是第2名，然后你去小提琴转副修安尼转主修。伫一摆的即个期末的考试的中间，我的老师就挑战讲，恩泽无即学期咱来有一个无伴奏无伴奏的一条曲安尼。因为咱嘛拢真顺透老师安尼讲好，安尼就照安尼戆戆去扭安尼。伫迄摆的考试，因为独奏嘛无伴奏即个曲就是无伴奏安尼所以你家己咧扭，你的优点、你的缺点，就拢真清楚会通去听出来。所以迄摆考试的成绩就咱论3名安尼我即个比喻就是讲，当你独奏，你有伴奏的时阵，真好听，甚至你的无够野的所在，会通去因为即个伴奏真水安尼会通去来帮你那个帮补啦。若较直接讲叫做掩饰你的缺点安尼。所以当两个人做伙同行的时阵，彼此之间的欠缺会通去互相相帮衬。所以其实无论是伫咱的家庭中间，还是伫咱教会咧同工的中间，咱就是会通去有同伴，彼此甲咱同行。伫咱信仰顶面，有可能拄着困境低潮的时阵，大家会通去互相兄弟姊妹相陪伴，会通去行出即个困境的即个中间。伫同工的中间，咱会通去看到愈较侪人做伙的时阵，上帝互每一个人无共款的恩典，即个服侍的团队就非常的
勇壮，非常的有气力。但是当行真重要，就是爱对焦于上帝哦。当行的节奏吼，爱对焦于上帝。咱知影伫音乐顶面，那除了你家己以外，吼，两个人做伙咧演奏，也是甚至吼，就是即个合唱团，逐个人的即个节奏非常的重要，因为即个节奏若无共款的时阵，伊毋是变真丰盛、真丰富的音乐，会变做较杂乱安尼，会变较无好听。所以较侪人做伙的时阵，即个节奏是非常的重要。伫咱基督徒的性命，咱做伙同工也好，咱的节奏、咱的焦点，就是对准咱的主上帝。咱知影，当即个节奏若拢做伙时阵，音乐就真整齐。然后，咱知影伫音乐的中间有即个表情吼，有较弱的所在，有较强的即个所在。咱看到即个指挥，吼来甲咱指挥，咱就知影哦，这要唱较强，这要唱较温柔、较弱。所以，当咱每一个人，咱若对焦于上帝的时阵，咱就会通去明白主上帝爱咱做的是甚物。主上帝用伊的话来邀请阮，主上帝嘛透过伊的听，将咱彼此相连结。主上帝嘛伫伊的计划中间，伊呼召侪人来行这条的道路。所以当人做伙同行的时阵，当人伫同行的即个节奏的中间，焦点对准上帝的时阵，我想咱会通去活出真丰盛的即个生命。咱的教会嘛，诚做是一个真丰盛，得到主祝福，亲像交响乐团安尼吼，气势澎湃啊，真响亮啊，真互人感动安尼。咱嘛会通去活出即款的即个祝福甲生命。当咱共款互上帝来仰视，当咱共款被主来听，然后咱用着主听咱，即款的款式咱去听人。当咱做伙行伫上帝的计划中间，咱的节奏，咱的即个焦点就拢一致。当人若无将即个焦点，也是即个节奏对伫上帝中间的时阵，那亲像，就是伫音乐的顶面，大家有家己的、唱家己的，听起来是真乱的，无法度和谐，无法度真完整。当人的生命焦点若无伫主的时阵，人的想法拢无共款。伫家庭就有产生家庭即款的纷争，伫教会、伫小组就有若无共款的声音，无共款的一致的中间。我想，即个人的即个生命的问题就来。所以，当咱拢共款，互主来仰视，互主来听，然后咱去听人。当咱的节奏、咱的焦点拢共款的时阵，咱就会通去享受伫主的丰盛的中间。音乐要会通去好听，就是爱和谐。家庭也是团队，嘛拢是共款。和谐的根源是来自主上帝。新雅家施布真伊有讲过一句话吼，就是天地之间原本有和谐，是因为他们之间存在着爱吼。就是天地的中间原本有这个和谐，是因为因之间充满着疼。当上帝创造天地万物一切的时阵，其实是拢是和谐，拢照着主上帝的这个规律安尼来咧运行。后来，咱看到咱的环境，敢若愈来愈无好安尼。亲像早起是我起床的时阵，就受到这个国家的这个讯息简讯，就是讲伫台南嘛是南部遮吼，几个县市
能见度差不多200公尺尔啦，吼，就是有安尼雾安尼，所以咧开车的人爱注意。啊，我要徛来时阵伫路面，真正就是伫较远的所在，真正雾无明。因为人破坏了上帝所创造一切，伊交托互咱管理这款的积分，破坏了大自然，失去了这个和谐，所以咱看到气候咧变化吼，真大安尼，敢若一档比一档搁较严重。人甲上帝的关系嘛是共款，当咱无照着伊的节奏来行的时阵，亲像咱用咱的身躯来讲好吼，咱上帝创造嘛有即个安息日，咱每一工工作嘛有互咱休困的时。啊，当咱若是无照即个时间吼，该困就去困，啊有时阵可能咧无闲其他的代志，啊有的人可能咧看即个影片、手机熬夜，吼，咱失去即个生活的节奏，吼，咱身躯嘛会袂堪一，吼，咱嘛是会破病。所以当咱甲即个上帝所创造一切，也是甲伊的关系破坏了后，这一切会失去和谐，所带来就是一款的这个灾难。人甲人的关系嘛是因为失去这个和谐，彼此之间的纷争就出来。上帝是疼的源头，当这个疼被重新搁建立的时阵，关系就恢复，然后就得到和谐。所以咱甲上帝关系，咱透过耶稣基督为咱吼伫即个十字架顶的即个救赎，咱恢复甲伊的即个关系。咱甲大自然的即个关系，也是咱甲人之间的即个关系嘛是，就是咱爱明白上帝是疼的即个源头。当咱的性命有疼的时阵，咱甲人之间的即个关系就会通过恢复。无论是亲人，无论是同工，无论是咱的朋友，或是你伫学校咱的即个同学，只要即个疼伫中间，即个关系就恢复。上帝的疼，互肢体彼此会通过包容，因为逐个人上帝创造逐个人拢无共款，所以伫无共款的即个想法、做法种的中间，彼此会通过相包容。然后上帝创造每一个人，拢有伊特别的计划甲即个恩赐，所以彼此看到上帝伫伊身躯顶创造的水，所赏赐互伊的即个稳定。上帝的天嘛，互肢体会通过同心。当人会通过同心的时阵，就会通过彼此得到利益。所以当人若伫上帝的疼中间彼此合一的时阵，就显明了之间的疼，即个和谐。换一句话来讲，就是伫一个肢体，若看到和谐的即个关系，就会通过看到上帝的疼。无论是伫咱的即个家庭中间、职场中间，还是伫咱的教会，还是伫咱的团体的中间。上帝创造充满即个秩序吼，啊，甲即个和谐，或者是一切塑造物吼，也是一切的运行的即个规律。所以即个和谐，嘛是教会的即个本质。即个和谐嘛是教会的即个核心。因为上帝用着疼来创造天地的万物，包括咱每一个人。然后天体的运，咱看这个天体的运行，伊安尼真规律，就是伫即个上帝的即个律理的中间。但是人有时阵有伊家己的即个想法，所以会偏离即个律理吼，偏离即个上帝创造的规律的中间。所以当人若搁做伙搁转来，照着上帝的即个规律、上帝的旨意、上帝的节奏来行的时阵，疼还是即个和谐就在这当中。同心同行，会通过做伙面对困境；同心同行，嘛会通过赢过
一切的挑战，当心当行，嘛会通个互咱活出丰盛的生命。这是今仔日的经节，互咱所领受、互咱所看到的这个部分。无有单独的肢体，只有彼此支持的这个关系。这是主所赏赐予咱的祝福甲稳定。伫主疼的中间，咱彼此相疼；伫主疼的中间，咱彼此相扶持。这嘛是伫咱咧行人生信仰的这条的道路的顶面，主予咱的祝福。伊无予咱孤单，伊赏赐真侪的人伫咱的这个身躯边。当咱拢做伙伫这个疼的中间，伫和谐的中间，彼此是会通个，互咱得到利益，彼此会通个相帮赞。互咱的生命伫咱一生的这个中间，咱会通个做伙同行，做伙经历主予咱的这个稳定带领。所以无论咱对伫上帝的关系，对伫咱亲人的关系，咱拢共款，得去无失去最起初的爱。有时阵咱可能做基督徒久久，咱已经袂记得咱的生命中间，互主来触摸，互主来甲主相遇，迄一天迄款的这个感动，迄款的热情。夫妻行了久久了，有时阵嘛袂记得当初在谈恋爱，还是求婚，迄款的这个生命的悸动。所以我想，伫咱的生命中间，无论是伫咱家庭，还是伫咱的信仰顶面，咱拢无袂记得迄个起初的疼。然后就是，亲像今仔日读过这个犹太人的这个俗语所讲的吼，倒手含正手的这个关系，吼，左手牵着右手，夫妻一起牵手，同工做伙牵手安尼，做伙同行这条稳定的道路，咱同心来祈祷。主安感谢你，搁一摆通过你的话语，嘛来诚做阮的提醒，就是伫阮的生命的中间，拢有主你美好的这个创造甲你的这个业力。当阮若遵守主你的旨意，你的教示来行的时阵，阮就活伫这个祝福的这个中间。主伫阮的人生，阮无法度家己一个来行，所以主，你亲像阿当创造。你创造夏娃陪伴伊共款，亲像保罗嘛安尼讲，基督是头，阮彼此伫你的疼的中间相结连。当阮彼此相结连的时阵，伫疼的中间，主阮就得到你的这个祝福。也愿主，你就将你的话语是刻条伫阮的心中，也互阮无论是拄着困境挑战，阮知影主，你早就备办。阮的这个谈判，阮的同工，也是阮的亲人，要做伙陪伴阮来行人生的这条道路。更较重要，就是伫人生的这条道路，主你嘛陪伴阮，引带阮来行。所以，阮伫你疼的中间，阮彼此相结连，互你来引带，互阮每一个人拢会通去享受你安尼美好的这个祝福，丰盛的这个祝福。阮安尼感谢，祈祷拢是靠所信主名来求，阿免。好，啊，现在我来代表台湾新下医来请安来做这个报告。伫首先一开始嘛，要感谢咱所有兄弟姊妹伫过去这一冬，无论是伫金钱，还是无论是伫这个祈祷关心真中间来关怀这间学院。啊，伫这个世代所面对的这个困境啦，就是愿意献身的人愈来愈少伫太平间教会当时派这个马约翰牧师来分享，伊咧讲到今年的这个招生啦三间学院这个大学硕士是将来要做牧师的大学硕士三间学院加起来才20几位尔对我会记得我那阵仔咧读册一班就20几位，我想下牧师应该阁愈较济啦所以这看到一个现象，不只是少子化的影响啦，佮一种就是伫这个世代，牧会真正真无单单愿意献身的人
愈来愈少吼，所以望期待咱不只是伫即个金钱顶面的即个关心，咱嘛通过鼓励即个咱教会的即个青年，也是咱家己的囝儿会通过来回应主的即个呼召来同行即条稳定的道路。我想世代愈来愈险恶啦咱的道德也好，也是国际的情势。但是伫即个情势顶面，更加咱的信仰更加愈较重要就是除了咱无受到影响骗出来咱的囝儿共款。当咱愈较侪即个基督徒会通过发挥因性命即个影响我想咱会通过伫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会通过来影响即个世界。学院有准备一个影片，互咱做伙来看。